黃琪居，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大至尊稍為慢咗啊，前面快噶嘛，和平波走咗上去啦，知足常樂啦，響入邊呢，咁啊仲係粵進歡欣啊，最出係白河飛區，大約第3位到橙帽橙袖嘅，內欄嗰邊啦，禪聖輝煌粉紅眼罩啦，中間有安晴啦，出邊啊智取神區啊，大至尊上翻去尾6內欄大面箍嗰匹啊，尾5有安如啊，後邊4匹馬陽光勇士、美麗同享啊，暫時墊後一隊6-3有目共賞，白衫響佢出邊呢係球星嚟㗎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啊，前面和平波仲係貼欄支離咗1個身位嘅，跟住第2位㗎嘛，知足常樂上咗嚟喎，咁啊見到白河飛區呢響第3位走咗入去喎，智取神區就走咗出去上咗嚟，白河飛區收慢啊，咁啊再見到外邊冚㗎嘛，有粵進歡欣啦，出邊美麗同享啦，外邊有2隻有目共賞，大我都係球星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和平波拋離後邊嘅對手2個馬位啊，中間有知足常樂、粵進歡欣上緊嚟，埋邊位置大至尊，外邊追有安如，最出嗰邊仲有美麗同享同埋有目共賞，最後100零米和平波佔先啊，粵進歡欣率先上嚟過佢，緊隨其後，外邊安如亦都殺埋上嚟，接近終點，外邊冚嘅馬係安如啊，結果贏出今屆莎莎婦女銀袋啊，終點前將粵進歡欣趕過咗。咁啊，至於第3名嘅馬呢，都非常接近㗎，埋邊和平波唔多，中間智取神區同埋外邊陽光勇士都一齊追咗上嚟。今屆莎莎婦女銀袋嘅得主係安如嘅機會高啊！